C21港房成交點評，遊艇會效應，深灣軒成交增加，平均尺價重上1.6萬元。上月底政府發表計劃於香港仔避風塘展開擴建工程及增加新遊艇泊位，以推動遊艇旅遊，將於明年上半年以片區招標的形式發展。香港仔避風塘涉及增加遊艇泊位約200個及發展250伙住宅單位。在遊艇會效應下，本身已位處香港仔避風塘旁邊的深灣軒近月成交明顯增加，接連錄得多宗成交，平均尺價亦重上1.6萬元水平。市場憧憬擴大遊艇會，勢必帶旺港島南的發展。位處鴨脷洲東面鴨脷洲徑的深灣軒項目有3座高層住宅組成，合共提供1040伙單位。加上物業鄰近港鐵利東站出口正中大旺，加上物業絕大部分單位均可眺望不同海景，一面是望向西北的香港仔避風塘，另一面是望東南飽覽深灣遊艇會海景，景觀優勢令物業成為區內換樓客的首選。最新成交是屋苑2座中層2室，眺望香港仔避風塘的2房單位，實用面積達488平方尺。新近以781萬元售出，成交尺價達16,004元。原業主於2年前，即2024年才以770萬元購入單位，持貨僅2年，帳面獲利11萬元，期間輕鬆升值1.4%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